好了，下期。高呀！高咯。落车落车。好嘛。来来来。啊这。Hello Hello。你好你好。啊你头讲这是客运站。系啊。啊，我感觉这个咖啡 shop。迄讲无行，这就是客运站啊！你看，你来到这，下面物件拢是复合式，台西金冰果式食冰。较早。Hello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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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，你敢遮的人？嘿，我是第三人呢。你第三人？我袂较细你啊。够了。穿好衫。黑衣人啊。我无头无。大歹势大。快拍势，拍势来！你遮的人，你在地哦。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对，开始放较冷的。哎，放较冷。有较冷。哎，拍势啊！可会当请你介绍一下这车站。啊，阮就是拢用在地材料啊，做成冰淇淋一个甜点，伫车头食冰。哦。安尼哦。嘿，啊，伊是用德山的迄，阮用竹啊吼做伊的迄容器，比较环保啦。哦。比较环保一点。食起来当炸东西啊。会使哈，阮的外带杯食了就会使互你提走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竹山的那个贵族，阮就是拢用在地材料比较做。我那时候蝶豆花，你要蝶豆花怎么？蝶豆花。哦。啊，然后上面会配上我们的薯饼，番薯饼。哎，番薯饼。哦，谢谢。来试试看。哦，水。来，这水。恁第一届到阮来遮德山吗？德山不是第一届啊，头一届来遮。我来遮车头遮。车头遮。这边的车头甲平常看到车无太共款。哎呀，为什么？照你讲，内底应该是咧卖票的。嘿，对，因为这是早期的车头，但是客运上早的一个车头，即马就是德山。因为进前地人的时阵，这个车头拢倒去啊。啊，是啊。啊，即马就嘿，就是剩这是旧的，无倒去的。啊，迄当阵就是拄开始看到的时阵吼，迄当阵就一个感觉就是讲，因为这车头是德山遮囡仔为早期拢有这种记忆啊。啊，细汉拢直接坐过车，啊，我就是感觉讲，这车头对德山来讲应该足重要的代志。啊，阮就差不多3年前，阮就甲这车头甲伊碎落来，啊，慢慢仔甲伊整理，啊，就甲咱地方啊，遮的阿伯阿姆，大家拢伫遮，阮伫遮做工课。哦。啊，慢慢在经营的时阵，甲旧年的时阵，迄公车如果转来遮，搁载遮的地方的，大家使车好坐。嘿，所以恁即马来到遮来看，就是讲，伊这车头是真正的车头。客运咧走路线无人坐，啊伊敢伊袂好哪要走？嘿，种即马就是遮甲斗六的即个路线，德山人去斗六较济。啊，慢慢我嘛开始甲遮车头的司机甲因咧参详，就是讲阮德山因为老伙仔较济，啊伊平常时啊就伊拢固定，譬如讲伊爱去下药啊，伊爱去买菜，伊有固定的一寡点。好啊，以后这路线咱若是家固定，就是讲会使家己逐工有法度去办的，但是家处理好势。若是有法度甲安尼吼，这车头的就变成伊毋是干那遮较斗六的代志，就变成德山大家拢搁较济老伙仔用得到。哎，都还在努力啦。长照是长照啥，就是爱做这种。这就是德山的那个小农啦，农夫所有的基因都在拢伫遮。哦，你好，基因拢是拢家种的哦。是。啊，这我遮物件拢是阮种的，这姜草山顶的。哎，这姜足古锥的呢。这老姜，细老姜啊！啊，这老姜嘛家己种的哦。是啊。哎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番麦笋啊。哎，这我种的。对我有相片呢。哦。哎，有新闻节哦。哎，有新闻节呢。哦，相片看卖哦。哦，这你种的啊？这是清晰就在食。是，我等来做都拢完全无下农药嘛，无下化学肥料，这是风区薏米笋。哎，对。啊，是讲这嘛，这丝嘛最好的。对。系啊，一粒鸟有无？都甜嘞。对，丝嘛会使食，会使去煮茶更较好。哎，你煮茶个利尿对吧？哎，对。好甜啊！咱来去遐翕相，纪念一下，啊，物件摕吼。哎，你家己种什么？种什么物件？家己虽然家己种，但是哈，你买你种啊，白你摕这，开始来啊！来，1、2、3。